今集介紹仔的比較清幽的樓盤，周邊都算方便，有巴士、超市、衛生中心、托兒所等等。入屋大門前仲有一個大型的收納鞋櫃。單位內部建築約1230尺，原則為2房2廁1廳1露台，現改為2房1廁及已推掉露台增強空間感。現在睇到的其中一間房，左邊做咗一系列的櫃都唔覺細，可見空間有幾大。半開放式廚房，現客廁與套廁打通咗，有需要可以按自己要求可簡單還原為2廁。飯廳的位置可改為另一間客房，而且窗外景觀開陽光猛。此房為主人房，景觀望向對面山景，環境清幽，係澳門繁華都市裏面能夠擁有一個綠野景觀的實屬難得。呢個單位全屋有窗，3面單邊，民間實用保證，重點價錢超抵有驚喜。歡迎聯繫小編約睇，備時24小時為你服務。